后来继续正段消息，来看桃园6个立委全部互提出着罢免。立法院长韩国瑜早起专工到桃园，甲6位立委做伙啉春酒，甲因相听。台中市长罗秀燕昨晚难得回到后头厝立法院，甲国民党的立委合体来优待着反罢免的气势。那民进党这边。兼新北市党部主委的立委苏卡辉嘛来表态，正式来加入到政局，要帮忙串联、沟通、协调的工作，要来替公民团体罢免掉国民党的立委。昨下晡，民进党新北市立委苏卡辉邀吴其明、张宏禄第一阶段罢免的连署书被罢免团体陆续送到中选会。今日日头早，所有新北市民进党的立委有被罢免的、无被罢免的6个人交出动。我的服务处当然就愿意这样做。那我呼吁所有的公职，就是议员跟立委的服务处，都能够代收。这样第2阶段能够得到更多的益助。吴秉叡顶时宣布正式加入政局，替国民团体罢免国民党的立委，代收连署书做因的靠山。身兼民进党新北市党部主委的苏卡辉嘛表态。新北市党部所应该要做的第一个责任，就是来串联、来沟通、来协调。我们的民进党的党公职绝不抢风头，绝对尊重人民团体的意志，我们协助，而且协助到底。国会大罢免开战，目前尚无有19位国民党立委第一阶段罢免连署书已经送件。今日一天，台中市长罗秀燕日转去后头厝立法院。党内家囝嘛拢对前对后对调调。罢免是人民的权利，我们会尊重。台湾的一个现况都是希望和谐安定。今日被点名罢免的国民党的立委嘛有出席，甲罗秀燕甲立法院长韩国瑜共台，未输要展现家母带家囝反罢免的气势。6个桃园国民党的立委拢互人提出罢免。立委吴虎庭暗时会特别举办欢乐春酒桃园队报告的活动，韩国瑜甲桃园市长张善政拢会出席。即嘛被当作是要保这个家囝，大罢免已经来啊，哪力分别出招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